哋平時食淡仔麻辣或者食辣薯片嘅時候，係咪覺得好刺激、好好味？但科學家今日要幫你大腦爆炸，原來辣根本就唔係一種味道。當你被辣到流晒眼淚同埋鼻涕嘅時候，其實你嘅大腦已經被呃咗，以為你條脷喺度被火燒緊。點解會咁神奇？歡迎嚟到大腦爆炸實驗室。仲未訂閱嘅新朋友，記得先撳下訂閱支持我。我哋即刻用科學拆解。科學家發現，我哋條脷上面感知甜酸苦鹹嘅味蕾係完全感受唔到辣嘅。原來辣椒裡面有一種叫辣椒素嘅化學物質，佢會直接繞過味覺神經，跑去驚動我哋塊面最粗最勁嘅三叉神經。呢條三叉神經平時係用嚟幫你感受口腔嘅溫度同埋壓力嘅。當辣椒素撞到佢嘅時候，三叉神經就會大崩潰，即刻向大腦發出緊急警報。死啦！主人條脷而家超過咗43度啊，着緊火啊！雖然好多人話食辣其實係一種痛覺，但嚴格嚟講，佢其實係一種大腦被呃之後嘅綜合發熱加刺痛嘅感覺。不過相信大家都有唔小心被辣到飛起嘅經驗，呢個時候好多人會大啖咁樣飲冰水，以為冰水可以降溫，但係往往會發現點解好似越飲越辣，成個口仲更加痛咁嘅？就係因為辣椒素係完全唔溶於水嘅，你飲冰水只會將辣椒素沖洗到成個口腔，等佢擴散得更大更辣。正確嘅解辣方法其實係飲鮮牛奶或者乳酪，因為奶裡面嘅酪蛋白好似番梘咁，可以將辣椒素徹底洗走。更神奇嘅係，全地球只有我哋哺乳類動物先會被辣親。科學研究指出，雀鳥對辣椒素係完全免疫，完全唔怕辣嘅，所以小鳥可以好似食零食咁，日日都食紅辣椒。食辣呢件事可以話係我哋哺乳類特有嘅神奇體驗。下一集拍咩？我而家已經有幾個超瘋狂嘅冷知識準備緊啦！如果你哋都有想知嘅秘密，亦可以快啲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等我參考下。想睇下一集大腦爆炸實驗室會出啲咩神級主題，就一定要先訂閱同埋撳鐘仔留意啦！我哋下集見，拜拜！